洛，你要知道，楚澈和我都是逼不得已有苦衷的。他能有什么苦衷？你少说这些假话来骗我。为什么不要我？明明说好他要娶我的，还说要带我走，为什么？一洛，现在形势很混乱，你答应安大哥，不要逆流而上，千万保全自己。王嫂，我刚才都跟你说了，男人都是这样的，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可以，到了官场上利欲熏心，什么家国情怀儿女情长啊，全部都靠边站。一洛，你千万不要怪楚澈，不要怪他。我没有师父了。一洛，如果你以后见到了楚澈大人，麻烦你转告他，他不在什么身份。一洛，你一定要保全自己，知道吗？将军，全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，再去找。是。我告诉你，找不到郡主，你活不过今晚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奴婢实在是不知情啊。郡主有没有说过，她要去什么地方？奴婢记得，郡主她说回中原国找她的师傅，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。回中原，郡主没有盘缠，又没有骑马，从这里到中原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连一丁点线索都没有？郡主到底在哪儿？奴婢真的不知情，真的不知情啊！回来了，郡主回来了！啊！二皇子，为何您会跟郡主在一起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这件事情我以后慢慢再跟你说。现在扶郡主回去休息吧。郡主，你回来了，连累你了。只要郡主平安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郡主，您这是？
从现在起，我会老老实实跟你回西戎国。你也别责罚子舒，是我把他打晕的。郡主这么说，属下就放心了。今天的事还要谢谢二王子。你呀，要是真想谢我，等回到西戎以后慢慢谢吧。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枪友，照顾好郡主啊。属下恭送二王子。好了，扶郡主过去。郡主，今晚赏月好兴致呀。只可惜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故乡了。郡主，进来。属下参见郡主。不必多礼，坐吧。郡主，明日就要到达都城，一路舟车劳顿，还望郡主要提前做准备。好。西戎与中原的遗址有很多不同吧？是有很多不同，不过王子交代了，只要您平安到达王宫，剩下的可以慢慢学。无所谓，反正我也学不会。我这个人从小不拘小节惯了，最讨厌繁文缛节。郡主也是直爽之人。子舒，不好，我们中埋伏了。我们前院的将士们呢？我去看看。恐怕凶多吉少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一闯出去吗？前面是出不去了。郡主，我们从后面走。后面？对，末将在来之前答应过王子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一定把你平安送到王宫。将军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说。郡主，我们应该安全了，休息一下吧。究竟是何人想害我们？不知道，但是敢在离都城这么近的地方动手，应该是早有准备。中原不会有人想要我的命。如果没有仇人，那便是西戎有人想要我的命。怎么会？郡主是来和亲的，又不是来寻仇的，怎么会有人想要你的性命？可能是陆弘毅有什么宠妃之类的，不想我嫁给他吧。王子殿下的内院之事，属下也知道的不多。但他身边的女人，都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。为了避免内乱，都是文臣的女儿。就算他们的郡主心生嫉妒，应该也没有能力调动这么多人。更何况，
是在这个地方动手。那可能就是你沙场留下来的仇人。这应该也不会。现在西戎边境太平，更何况，就算是两军交战，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来杀敌的。那可说不准。你们西戎打仗，言而无信，杀人不眨眼。这个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恐怕我和郡主立场不同。你们西戎是不是个林将军？林将军，郡主怎么会知道林将军？喂，你来真的？有官兵！对王子不敬，就是该死。这里是我们庄园的地盘，你区区西戎国一介莽夫，倒敢如此狂妄！哼！管好你的人，告辞。还追啊！真是败世女婿。王子恕罪。他已经辞官回家了。为什么？什么时候？大概1年多以前。为什么辞官？这具体情况，属下也不知道，只听说，当年他随洛王子前去中原游学，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回来之后，王子就不再器重他，并且在朝堂之上多方打压他。林将军受不了这种气，就辞官了。难道陆红也会为了我不再重用他？林将军也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就兴师动众的来要我的命吧？那这男人也太小肚鸡肠，太夸张了。哦，对了，林将军这个人啊，太过死板了。他处理的很多事情，做法实在是刚烈，所以王子很不喜欢他。他走了，我们都觉得不意外。为了一个我，得罪了自己的主子，这么多年的主仆之情还丢了仕途，怎么还都怪到我头上来了？这个林将军也太不会反思自己。看来你们西戎不是个好地方。郡主，前方就是都城，等我们到了都城，就会安全许多。如果有师父在，怎么可能让我受如此委屈？算了，是他不要我的。今后的生活无论如何，也怪不得别人了。我们走吧。这边。
站住！穿得脏兮兮，从何而来？要去哪里？你们西戎国的人就这么势利啊？没听说过风尘仆仆啊？好了，小的于言无处，见过大将军。起来吧。是。快给我和中原的和亲郡主准备2匹快马，我要速速进宫面圣。好，好。请问将军，郡主在何处？睁大你的狗眼！就是本姑娘。里边请。郡主，请。郡主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西戎国的王宫。郡主，怎么了？你们这个王宫怨气很重啊。运气？不知郡主何出此言？听说你们西戎的信仰是牦牛。郡主有所不知，这牦牛一旦有了神灵的庇护，那就是我西戎国的神兽。参见羌将军和宁乐郡主。王子殿下担心郡主车马劳顿，特派奴才来迎接郡主去殿内休息。休息就不必了。你们这儿有沐浴的地儿吗？这有的。走吧。羌将军，陛下和王子殿下正在偏殿等您。郡主，属下先行告退。谢谢将军一路护送。告辞。奴婢参见郡主，奴婢柳心以后就是郡主的贴身侍女了。起来吧。郡主，咱们去梳妆吧。敢问，郡主这是多久没有沐浴了呀？5、6日吧。那这水能活着来到这里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又怎么会知道我都经历了些什么？是，奴婢肯定是眼界低的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镯子。送你的。真的呀？什么时候买的？在哪儿买的？我亲手做的。你亲手做的？这个礼物对于我来说，意义超过了一切。谢谢师父。真的吗？嗯。这个送给你。
送给我？送给你。这太贵重了，奴婢不能收。以后在这宫里，我能依靠的也只有你了。收下吧。侍奉郡主是奴婢的本分。郡主这样说，真是折煞奴婢了。其实，我不是什么郡主。来西戎国之前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中原皇帝为了和你们西戎国做交易，才和我最心愿的爱人一起出卖了我。啊！硬是把我骗上婚车，送到了这里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被自己爱的人出卖。原本裴家的队伍里面，还有个中原的丫鬟，和你差不多大。不料我们半途遭遇埋伏，只有我和羌将军侥幸逃出，活了下来。所以我的想法现在特别简单，我要好好活下去。如果能有1-2个知心的人，那便是最好的。我生活简单，也不需要你特别照顾，也不会争名逐利的去和那些女人争夺洛红影的宠爱。若你能明白我所思所想，那便最好。若你志向高远，那我也可以去向洛红影请求，将你送走。柳星别无他求，愿一生侍奉郡主。你若待我好，我便会加倍对你好。可你若是害我，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柳星谨记在心，定不负郡主所言。一诺千金，这就是我的诚意。其实我也知道，连你最爱的人都会出卖你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？只希望这个柳星没有害我之心就够。会武术有什么用？男人还是要懂点医术。
若倩，安大哥，你来了。傻丫头，我怎么可能不来？但是以后要委屈你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和出彻被启言陷害，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。这回出去，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。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对了，一洛呢？一洛，哎，一洛等出去再跟你解释吧。走，出彻，出彻，楚先生，怎么样？你先扶他起来。好，来。出彻，你先听我讲，今天是我们唯一一次逃出去的机会。你先把药吃了，我带你逃出去。来，出彻，来吞下去。好苦，还苦啊！出彻，你看看你都什么样了？启言真的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出彻，都这个时候，你就别逞强了好吗？子怡，洛儿呢？洛儿，等我出去再跟你说好不好？他到底有没有被逼去和亲？他没有，他安然无恙，你放心吧。这么久没见我，肯定担心坏了。我要去找他。子怡，带我去找洛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现在就出去找洛儿。起来，扶他起来。来，慢一点。这药虽然苦，但你一定要吞下去，才能保证你2日之内体力没问题。又是这样，你知不知道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就死在这牢里了？洛儿呢？你别瞒着我了。一洛他被封为郡主，被启言送走了，送到西戎和亲了。启言向来是薄情之人，稳住这个皇位才是他最看重的东西。没有想到他完全不念及旧情，狠心将我的洛儿送去和亲。其实，一洛回来找过你，但是启言冒充了你的笔记，写了封诀别信，他又抓了你和若倩，他让我必须告诉一洛这是真相。出彻，对不起啊。你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也算害了你。不过，我一定要救洛儿出来。出彻，出
楚澈，楚澈，我真的无法出来，此生也就只有一个心愿，劳烦你们务必答应我。楚澈，我帮你，不用你说，我一定会办到。他日若见到我的洛儿，请务必要告诉他，师父从来没有放弃过的。楚先生，你放心，这句话我拼了命也会告诉他的。进去吧。贺喜皇上！恭喜王子，恭喜王子妃！别紧张，有我在。陛下，您有何吩咐？老大留下。遵旨。请大王子留下，王子妃娘娘移步西陵殿。一会儿去了西陵殿，别紧张，有我给你撑腰呢。你跟我讲讲，一会儿我都要见到哪些人？王子殿下和他的夫人们，其中可有比较难对付的人？王子殿下的夫人都出自书香门第，秉性都很好。这么多女人喜欢同一个男人，再书香门第也会吃醋吧？我不听废话，你只需要告诉我，谁最有可能吃醋、耍赖、算计人？唯一有可能的，就是邱夫人了。
他对大王子用情至深，平日里对几个夫人都不太和善。不过大王子念着他初心尚善，也就没有责怪他。那是自然。曾经我连皇上派个丫鬟给师傅都容不下，更何况……想到过去，算了，我已经被丢弃到这么远的地方了，没什么念想了。邱夫人，果真如此。王子飞到。这个落红影的女人还真不少，才25岁就纳了5位夫人。我要不是和亲郡主，岂不都成了老六？代理，参见王子妃娘娘。免礼。为何不见黎夫人来拜见王子妃？回王子妃娘娘，黎夫人身患疾病，卧床不起，恐怕得隔日再来看望娘娘了。羿洛初来乍到，几位姐姐入宫多年，我又身为异乡之人，若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请多担待。妾身听说，王子1年多前对王子妃一见倾心，这些日子啊，那真是不止一次的奔波在中原和西戎两地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妾身又听说，王子妃的师傅是中原赫赫有名的大才子，听说和王子妃交往匪浅呢。想必王子妃也定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才女。这个女人果然是在找死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居然敢说我师父和我的事，怎么想要挑衅我？哼，自作聪明的家伙，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。有个才华横溢的人教导固然是好，但是作为女人，懂得说话的分寸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啊，即便是有好的先生，也是教不出来的。不知道这位夫人是何许人也？妾身邱氏。王子妃娘娘，这位可是咱们的秋瓷姐姐，她可是伴着王子走到今天的。忽比之，为了让我打开
不惜这样贬损自己。这些女人也真是奇了怪了，总感觉她们不怀好意，却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哎呦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早晨不是告诉过你要妥善保管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夫人恕罪，不关奴婢的事啊。奴婢早上装的还是好好的，一路上从未离手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你的意思是我们王子妃弄坏的了？哎呀，还望王子妃不要怪罪，这奴婢啊莽撞不懂事儿，定是他呀鲁莽，把这礼物给弄坏了。还不快回去跪着思过！是。王子妃娘娘，这玉碎了，可是极其不吉利的事情啊。您这嫁入我们西戎国的第一天，就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想，这会不会征兆着什么呀？跟我玩这种心机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对手是谁？算了吧，一个侍女，定然不是故意的。思过什么的，也无从谈起。王子妃仁厚，还不快谢过娘娘？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不过既然犯错了，思过又无用，那就出去领罚20个板子吧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夫人救救奴婢！这玉碎虽未不及之事，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叫做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今日这块玉碎在我手里，可能也是在告诉大家，有些玉无论何时都有人珍惜，有些砖瓦就算再挣扎，也只能埋在尘土里。刘星，在，把我给大家的礼物拿过来。是。羿落我初来乍到，又是性情直爽之人，若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各位姐姐，还请不要见怪。至于这断掉的玉镯，既然送给我了，那我便收下了。虽然有些拿不出手，但好歹也是姚夫人的一番心意。不好对付。出车！车先生，出车！来。出车，你醒了。现在感觉还好吗？
主应该被洗去差不多了，就是使不上气儿。还使不上劲儿？你知不知道你这小命能保住就不错了？这回，你得把身体调养好，知不知道？歇1、2天，我就出发去西戎国。楚彻，你先别着急去什么西戎国，咱们先把身子调养好，可以吗？我刚才给你把脉，你的脉象几乎弱的没有了，而且，再说，你活不了多久了。多久？有我的话，最多5年；没有我的话，2年吧。2年。够了。够了。就洛儿，足够了。你们别跟着我，我会拖累你们的。楚彻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既然出来了，就做好了不回去的准备了。安大哥去哪里，若倩就去哪里。我可能会死在半路上。反正我和若倩对这个国家一点留恋都没有了，而且是我骗了一洛，现在跟着你把一洛救出来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一洛妹妹对我那么好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。对，无论一洛遭遇了什么，我们一定把她救出来。中原来的姑娘就是不一样，难怪王子如此喜欢您呢。我这个脾气啊，到哪儿都是异类。这里是，这儿啊，就是您的寝宫了。您看，这牌匾上的字还是我们王子亲自题的，亲自挂上去的呢。为何要叫此名字？奴婢不知，这是我们王子的意思。怎么了？王子妃您不喜欢啊？不是不喜欢，而是不知所措。王子妃，要不咱们先进去吧，王子还在里面等着您用膳呢。烟暖雨收阁。
我是怕你思乡心切，所以在这里给你造了一个类似的殿宇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阴暖雨收阁的样子？我不喜欢。你为何要落泪？我并不开心，也并不觉得感动。谢谢你的好意。你若是不喜欢，我就让人拆了，重建。算了，住哪都一样，就这儿吧。上次那些凶手查出来了吗？查出了一些，他们承认自己是边境一带的小喽啰，林将军就是他们的首领。果然是他，我也在怀疑他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。他在驿站的手法如此凶狠，明显就是出于内心的深仇大恨才会这样。就算我因为你而伤害他，他也不至于下此毒手。我们两个想的一样，那样的事情，顶多让他砍我2刀，可是他又放箭又放火，看上去好像想让整个河清队伍全部死光的样子。一洛，我已经派人去搜查了，很快就可以把林将军抓回来。我会亲自审问他。好。一洛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不会让欺负你的人逍遥法外的。一洛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你放心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是不会勉强你的。我才不信你的话呢。那我新纳的王子妃，总不好大半夜就被赶出去吧？那我出去。你要去哪儿？坐下。坐下呀。我警告你，我誓死不做。王子妃，我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喝酥油茶。今天太累了。那是你们西戎国的东西，我不会做。你不会做你就学呀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大王子，我命令你去做。你可能觉得跟我较劲很有意思，但其实我真的无所谓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来看看王嫂你在干嘛呀？
王嫂，你这煮的是马尿吗？关你什么事？看来我这王兄对你也不好啊，居然把你发配到这儿来煮这个马尿。我又不会做你们的酥油茶，你们这里吃的跟我们中原比，真的差太多了。不会，我可以教你啊。不需要，你走吧。喂，想不想出去玩？出去玩？我带你偷偷溜出宫玩。反正爱情都这样了，还不如放飞自我，感受感受我们西荣国的生活。去哪儿？这才像你妈王嫂。到底去哪儿？你肯定没见过我们西荣国的集市，那里呀有好多好多好吃的，我还特意帮你留意了。最近在皇宫外开了一家专做中原美食的小摊儿，那味道绝对正宗，可惜不能外带。我一看到就想到你了。我去。你干嘛？帮你做呀，不然你吃啊。你看着我笑什么？好喝。想不到你做我们西荣国的食物也这么有天分。我要去睡了。我也要去睡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睡你的。我不信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成为我的女人。快睡吧，我的王子妃娘娘。我可警告你。知道了，快睡。王嫂，你怎么来这么早？要不是怕你起不来，我早来了。我们走吧。喂，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啊。哪有啊？我喜欢看你笑。
我怎么就不笑了？行了行了，走吧，带你出宫玩。走啦。王嫂，你看这里热闹吧？来，多少钱一串？啊，3块钱。一洛，尝尝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说的那家店在哪儿？看把你急的，就在那儿。走吧。好。小姐，您吃点什么？我们这儿各种中原美食应有尽有。你们这可有桃花酥、栗子糕和杏仁糕？有啊，味道绝对正宗。各来一盘。好嘞。您慢用。快尝尝，好不好吃？一洛姑娘，王嫂，他怎么认识你啊？我不认识他，他怎么知道我叫一洛？难道是中原来的吗？中原的女子我也认识不了几个，这么漂亮的女子，我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啊。一洛姑娘不认识我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我叫琪琪，想必你也听说过我的名字吧？出钱姐姐的姐儿，就是被他害的。王妃，您可回来了？顺着王府到街上这条路找了吗？都找过了，王府内外都找了好几遍了。我们都盼着您带着小少爷回来呢。小少爷不会真的走丢了吧？姐姐，你赶快去找六皇子。此事人命关天，不能再瞒，瞒也瞒不住。我再四处找找，想想办法。啊，洛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哪里奇怪？整个街道都没有发现马车的踪迹和小少爷的身影，仆人们也都没有看见简儿。一个孩子不可能长着翅膀从院子里飞走了呀。是啊，简儿虽然是个孩子，但也不可能装进袋子就能带走。想躲过那么多人的眼睛把简儿带走，也并非一件易事。除非王府内有奸细，他想尽办法把简儿藏起来。对不起，我跟齐小姐不熟。罗寒桐，我们走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一洛姑娘，当初抛弃你的出彻公子，是不是现在才看清他们出家人的本性？你再说一次。相逢就是有缘，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，不过和你之前了解到的是完全不相同的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听？